破產4次，經歷3段婚姻，被主流傳媒瘋狂追擊，面臨無數刑事起訴，甚至喺競選集會上差啲俾人打爆頭。但係佢每一次都可以絕境逢生，換血復活，甚至打破美國歷史紀錄，2度登上權力嘅頂峰。佢就係美國45任同埋47任總統唐納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好多人話佢係癲佬，亦都有人話佢係百年難得一見嘅政治天才。但係如果我哋喺跳出政治嘅框架，用中國傳統嘅八字命理去拆解佢嘅一生，你會發現令人毛骨悚然嘅事實。特朗普嗰種極端狂妄、打不死嘅人生軌跡，其實一早已經清清楚楚寫喺佢嘅出生嗰一刻嘅星盤上。今日我哋用風水命理師嘅角度，同大家拆解呢個命為火炎土財嘅極端命局。我哋會喺佢嘅殘酷嘅條件講起，加埋佢點解會喺呢個連環破產，點解佢嘅3個老婆都係超級無敵，再到點樣佢係靠住呢個任水大運嘅窗口下執翻條命，最終上演呢個王者歸來。準備好未？睇完呢20分鐘嘅深度解密片，你就會明白點解特朗普可以成為世界上最命硬嘅總統。記得睇到最後，因為我哋會用九紫離火運預言佢第2個任期將會點樣改變呢個世界。要了解特朗普嘅命運，我哋首先要睇下佢嘅八字原局。佢喺新曆1946年6月14號，特朗普出生喺紐約皇后區一個出世。佢嘅八字係丙戌年甲午月己未日己巳時。大家唔好見到呢啲字就覺得頭暈，我用最簡單嘅方法解釋俾你聽。特朗普嘅日主係己土，即係話佢本命係屬於土嘅，而佢出世嘅夏天5月，地支巳午未3回南方火局，年柱仲要透出丙火正印。大家想象下，夏天喺烈日當空，地下全部都係燒滾燙、寸草不生嘅泥土，呢個傳說中就係火炎土燥嘅格局。呢種命格嘅人，性格極度自我中心，主觀極強，好大喜功，同時意志力驚人，絕對唔會輕易服輸嘅。但係呢個極端嘅命局，其實同佢嘅童年有莫大關係。八字入邊嘅印星代表長輩同埋家庭教育。特朗普命局火土太旺，印星過重，代表長輩對佢嘅影響。特朗普嘅老豆費雷德特朗普係一個極度嚴苛、信奉叢林法則嘅地產商人。喺佢老豆眼中，世界上只有2種人：贏家同埋 loser。佢哋從細教育特朗普係2兄弟就要無情，要爭第一。特朗普嘅哥哥性格因為比較溫和，頂唔順佢老豆嘅高壓，最終飲酒過早而死。而特朗普為咗得到老豆嘅認同，將自己變成一個極具攻擊性嘅野獸。13歲嗰年，因為太過反叛，被老豆送到去嚴格見稱嘅紐約軍事學院。喺嗰度，佢學咗點樣同人哋用強權去支配其他人。喺命理上，己土生於5月，天生就有一種自立門戶、白手興家嘅衝動。雖然佢係富二代，但佢極度希望超越佢老豆。呢種火土上升嘅強大力量，注定咗佢一生喺個鬥爭之中尋找自我價值。講到特朗普嘅八字，其實喺命理界有好大嘅極大爭議，就係佢嘅出生時辰。官方話佢喺朝早10點54分出世，即係巳時。如果喺巳時，佢嘅八字就係一滴水都冇，佢嘅八字就係一滴水都冇，完全係一嚿燒爛咗嘅泥，完全冇水嘅八字，通常代表個人極度固執，唔識變通，甚至好難喺個複雜嘅社會生存。特朗普明明係一個極度靈活、識得見風使舵嘅商業政客，呢一個似乎同佢冇水嘅命局有矛盾。所以有一排大師認為，特朗普其實喺晏晝出世就係申時，即係壬申時。點解呢個時辰咁重要？因為壬係陽水，對於己土嚟講，水就係佢嘅財星。大家諗下，一嚿燒到出煙嘅泥土，
最需要係乜嘢？冇錯，就係水。水就可以幫佢降溫，令到呢個泥土咧可以孕育萬物。喺特朗普呢個命局入邊，水就係佢嘅用神，亦都係佢嘅救命草。水代表咩？代表財富，代表流動性，代表傳媒，亦都代表佢嘅女人。呢個解釋就係點解特朗普一生都係追求財富，點解佢咁中意做 show、搞選美、做電視節目，同埋點解佢身邊永遠都係圍繞住靚女。佢3個老婆伊凡娜、馬拉同埋梅亞利亞，全部都係模特兒出身。喺命理上，呢個屬於水嘅元素，正正就係因為佢嘅命局最渴求就係呢樣嘢，維持佢生命力嘅能量來源。不過命格太過極端，往往代表人生大起大落。我哋睇嚟下一個重大轉捩點就係佢嘅90年代嘅連環破產。1990年至到1992年間，特朗普旗下嘅泰姬陵賭場同埋佢嘅特朗普廣場賭場相繼申請破產重組，同時佢爭落銀行幾十億美金，全世界都以為佢呢個地產大亨今次實聽黑食，點解會搞成咁？我哋打開佢嘅八字大運，當時佢正處於38歲至48歲嘅戊戌大運。頭先講過，佢本身已經係一個極度乾燥嘅土，再行戊戌，上下都係燥土嘅大運，簡直係火上加油。更致命嘅係大運嘅戌就係同佢本年年柱嘅戌、日柱嘅未，形成命理上非常得人驚嘅未戌相刑。刑傷係代表咩？代表佢嘅決策失誤啊，一意孤行、官非，甚至眾叛親離。當佢喺呢個宇宙最大嘅賭場好大喜功，借咗對大量嘅高息垃圾債券，結果資金鏈斷裂，搞到焦頭爛額。同一時間咧，同佢第一任嘅老婆伊凡娜嘅婚姻，亦都喺因為第三者介入而破裂，真係人財兩空。但係己土命有一個特點，就係厚德載物，承受壓力能力極高，加上佢命局印星好強，代表佢面皮夠厚，心理質素係極強。佢硬淨嘅同銀行談判，將私人嘅債務轉移到上市公司，要投資者同佢一齊承擔風險。銀行發現，如果特朗普破產，佢哋嘅損失仲大，結果竟然同意借多啲錢俾佢喎。咁就係咁，喺個絕境中捱翻過嚟，展現到佢打不死嘅小強精神。捱過咗90年代嘅低谷，千禧年後嘅特朗普迎來佢第二嘅人生嘅第二春。今次佢唔單止係地產商，仲係家傳戶曉嘅電視明星。佢48歲開始，特朗普行入咗己亥同埋庚子大運。大家留意，亥同埋子係屬水。我哋頭先講過，水係特朗普嘅用神，一入水運，佢嘅運勢就即刻大翻身。2004年，佢推出咗真人 show《飛黃騰達》，呢個節目大獲成功，唔單止為佢帶嚟豐厚嘅收入，更重要嘅係幫佢喺全美國人民心中建立咗一個無所不能嘅超級富豪同埋強勢領袖嘅形象。呢個形象為佢日後競選總統打下咗最堅實嘅群眾基礎。就喺呢個水運期間，亦都迎娶咗佢第三任嘅老婆梅拉里亞。水代表財，亦係代表佢桃花同埋名氣。佢呢個段時間瘋狂咁做 show，甚至去做摔角嘅狂熱客串，將娛樂資本玩到極致啊！不過呢個水運雖然帶嚟佢嘅財富，但係亥水嘅衝擊同埋佢嘅自火，子水又衝擊佢月令嘅午火，形成佢財來壞印嘅格局。所以呢段時間，佢嘅賭場仍然經歷幾次破產重組，名聲亦都充滿咗爭議。但係特朗普嚟講 ，bad news is good news， 只要有曝光率，佢就係贏家。時間嚟到2016年，特朗普宣布代表共和黨競選總統。當時所有轉媒傳流，所有民調，所有政治專家都當係笑話，話佢輸硬，俾政治老手希拉里。但結果，佢震驚咗全世界，成功入駐白宮。點解會發生呢個奇蹟？我哋再睇下佢嘅八字大運。2014年開始，68歲嘅特朗普入咗呢個辛丑大運，呢個大運不得了啦！辛金係佢嘅食神，食神代表口才、表達能力同埋群眾嘅魅力。
辛金合住佢嘅連柱嘅丙火正印，而丑土就入咗佢嘅時支。喺命理上呢個叫做四柱皆旺，大福臨門。2016年丙申嘅流年，流年係辛金暗藏壬水，金水上升，正好因為佢極度乾燥嘅命局降溫，帶嚟佢前所未有嘅貴人同埋名氣。雖然佢把口得罪人多，佢講嘢極度出位，但係佢嘅食神大運嘅加持之下，佢嗰種不按牌張出牌嘅偏印特質，反而變咗吸引白人底層嘅勞工嘅魅力。另一方面，選民已經厭倦咗傳統政客嘅虛偽。特朗普成功將自己包裝成為一個破建制嘅局外人，佢嘅口號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深入民心。喺八字嘅推動之下，佢一舉擊敗希拉里，成為美國史上第一個從未擔任過任何軍職或者公職嘅素人總統。如果話2016年係奇蹟，咁2024年簡直係神蹟啊！2020年連任失敗之後，特朗普面臨民主黨全面嘅追擊，幾十項刑事指控、抄家，甚至差啲要坐監。去到2024年7月13日，喺佢嘅競選集會上遇上行刺，子彈擦過佢嘅右耳，爭少少，真係爭少少。如果美國歷史就會改寫，點解佢喺死神之中遇到呢一劫呢？2024年特朗普已經進入咗78歲嘅壬寅大運，呢個大運非常關鍵。壬水正正就係佢命局最需要嘅救命用神。大家要知道，人嘅耳仔喺五行中屬水，子彈擦過耳仔，其實就係因為壬水幫咗佢一劫，應驗咗中國人嗰句老話：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另外，2024年甲辰嘅流年甲木正官透出，本來代表官非、官殺前身，所以佢官司前身。但係佢嘅命局嘅日主己土同埋流年嘅甲木形成咗甲己合，呢個合字救咗佢一命。喺佢最關鍵嘅時間化解咗佢呢一個煞氣。遇刺之後，佢第一時間企起身高呼 fight。呢種強大嘅火土能量，瞬間間形成咗美國支持者嘅情緒，將佢推上神壇。最終佢喺2024年大選之中，以壓倒性嘅姿勢擊敗咗賀錦麗，成為美國史上第二度當選但任期唔係連續嘅總統，上演咗史詩級嘅王者歸來。從地產大亨、破產邊緣、真人 show 明星，再到兩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嘅一生完全演繹咗咩叫做火炎土燥嘅極致。佢嘅命局充滿咗爭議，充滿咗摩擦，但係正因為呢種唔妥協嘅能量，令佢喺亂世之中創造咗一個自己嘅歷史。喺2024年開始，地球正式進入咗3元9運嘅九紫離火運。9運屬火，代表動盪、變革、科技同埋極端思想。特朗普嘅火炎土燥，就係因為9運佢嘅氣場完全係扣合。佢嘅上台注定咗全球喺地緣政治啊、中美貿易，甚至世界上帶嚟天翻地覆嘅改變。不過我亦都警告，2026年係丙午馬年，火氣極度旺盛。對於特朗普呢個本身已經火炎土燥嘅命局嚟講，火太多可能會引起健康問題同埋另一次巨大嘅動盪。究竟呢位天選之子能唔能夠安然度過？我哋拭目以待。各位睇到呢一度，你可能會問我：師傅，你之前講咗特朗普嘅破產，佢嘅崛起，佢嘅命格，但係2026年佢搞咗個真正嘅戰爭，呢個點解呢？好，我就用呢一個八字命理同大家深入分析丙午年特朗普同伊朗嘅戰爭係咪同佢命中注定。首先，大家要知道2026年係丙午年，丙係天干嘅火，太陽之火，係光明，係威權，係領袖之象。午係地支嘅火，係烈火，係衝突，係戰場上之象。丙午年天干地支雙火，加上係火上加火嘅年份，呢一年全球局勢必然多衝突、多戰爭、多強權對決。至於特朗普本人，
八字命格係火土格局，係大於金水。至於佢生於1946年嘅丙戌年，本命天干就已經係丙火，26年丙午流年，流年丙火嘅命盤丙火相疊，就變成比肩劫財之局，比劫者同我爭鬥之人也。呢個意思係丙午年特朗普會遇到強勁對手，有人會同佢正面交鋒，唔服佢。而伊朗正正就係呢個比劫之象。伊朗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同特朗普一樣，係一個強硬唔肯低威嘅領袖。兩個強人兩把烈火碰在一起，點會爆？大家記唔記得我之前講過特朗普命格？佢代表權威，代表征服，代表武力解決問題。呢個人呢，係唔識談判，同喺骨子裏相信實力先至係最好嘅談判籌碼。喺2026年丙午年，特朗普行任人大運，人五戌合火局，所以你見佢喺2026年2月就開戰，唔係衝動，係命格係咁樣。咁所以你要睇佢2026年2月，根據最新消息，比爾聯軍26年2月發生呢一個史詩怒火嘅行動，已經摧毀咗伊朗75% 嘅飛彈發射器，85% 嘅防空系統。呢個戰果用八字嚟睇，丙午年丙火係克金，係金係代表武器，代表防禦工事。火旺呢就金用，所以伊朗嘅軍事防線呢就係一個一個咁打爛晒。但係各位，命理唔係淨係睇勝負，仲要睇代價。丙午年火旺泄木，木喺特朗普命格就係印星，代表名譽，代表支持，代表民心。火旺泄木，意思即係話特朗普打贏咗個戰爭，但係民心有損。國際社會嘅評價，美國國內反戰嘅聲音，油價飛升，代表民生壓力，呢啲都要付出代價。特朗普發出最後通牒，你唔開我就炸你嘅橋樑同埋發電廠。用八字嚟睇，2026年丙午年對於特朗普嚟講係一個既輝煌又危險嘅一年。輝煌之處，火旺助身，七殺大王，喺佢行動之力、決斷力、震懾力達到頂峰。而伊朗搞關稅戰、重塑世界秩序，呢啲都係命格佢最強嘅一面嘅。喺危險之處，至於特朗普開始呢個戰爭，戰爭從來唔係一個人嘅事。丙午年全球火氣旺盛，唔單止美伊，世界各地都有好多衝突，好多動盪，人哋容易衝動，唔好喺呢年同人哋眼碰眼，要以柔制客。第二，保存實力，火旺泄木，呢一年最容易消耗過度，要注意健康同埋財務，唔好過度投機。第三，靜觀其變，大局未定之前，千祈唔好硬住，等局勢明朗先至要出手。各位，特朗普嘅故事係一個命格，關於時機，關於膽識嘅傳承。佢嘅丙午年係佢人生最高峰嘅一次，而我哋作為旁觀者，從佢嘅命格裏邊可以學到一樣最重要嘅一樣道理：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如果中意今日呢條20分鐘嘅深度風水命理分析，記得撳個 like、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同埋分享你哋身邊嘅朋友。我哋下集見，拜拜。